利用厂商找人才、民众找头路的需求，担起一年一度的就业博览会。伫疫情解封以后，第一场实体大型就业媒合，9月25日将伫新市办理。到时包括职业咨询、面试的模拟、甲履历的检检等交通大众服务，拢会全面变。估计有93间厂商提供5329个工作机会，有一半以上拢是超过3万块以上的职缺。3、2、1，请启动。好，我们现场看到象征薪水的金币就这样升起来了。这场就业博览会就在9月25号上午9点，在我们新4区联合活动中心后方球场办理。这也是我们在疫情趋缓之后、疫情警戒降级之后的第一场大型就博会。原因是希望说很多这个求职跟求才的千里马跟伯乐之间能够找到最好的这个连结。我们知道疫情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都造成很大的冲击那在台湾我们也希望将这个冲击降低。目前为止，台南市由于都市的发展，由于产业的发展，是全台湾应该是6都里面失业率最低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我们也希望说延续这个好的成果，我们不因此而放松，还要加紧，希望更多好朋友能够来找到你们想找的工作。劳工局不只办征才，嘛办理多元的职业训练课程，协助劳工提升工作能力，稳定就业。所以会长嘛安排6位优秀的劳工接受市场表扬，鼓励劳工朋友多多利用。培训让我得到新的工作、人生新的方向然后带动我家庭很顺利，让我2位，因为我是单亲妈妈。所以，跟平常一般的人有一点要更努力吧。因为包括我们有身障伙伴，也有视障伙伴，他是学这样的一个视障按摩的部分。他每一个也有学化妆的，也有学餐饮的。现在今年单选的6位，在职场上真的都扮演职场达人。他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伙伴，他又特别分享学校的老师更有爱心，为了他让他们能够稳定就业，做在持续关怀的部分，这是我们台南特有的文化。不管是想要找头路，还是换工作民众，9月25上午9点到11点，来一座新市三民里活动中心，替家己增加就业机会。台南新闻本集采访报道。